為咧翡翠只有綠色，錢錢今日就借助呢盤手上嘅小精品，同大家科普一下翡翠嘅顏色。大家估下呢一盤有幾種顏色？我哋先睇到嘅肯定就係綠色，帝王綠、正陽綠、果綠。第二個就係紫色，呢幾個都因為種水太好，所以佢透露出嚟係一種淡淡嘅紫。如果你要佢好鮮豔呢，你就要包容佢底子粗同埋糯。第三種呢，就紅黃翡，黃翡嘅色主要係鐵元素導致嘅，所以紅黃翡佢注定價錢呢就唔低。大家經常講嘅高冰種甚至乎玻璃種，其實佢都係冇顏色，佢都係好白冰，甚至乎呢有少少嘅寒光嘅。錢錢成日話呢，翡翠呢佢係擁有大自然裏邊嘅所有顏色。我哋呢最近就用呢啲五顏六色嘅翡翠做各種各樣嘅款式，呢種紅翡嘅貔貅，加上綠綠嘅葉子，紫色嘅貔貅，仲有好冰感嘅葫蘆，砌成咗一條多寶嘅棒撐，呢種錘形嘅珠鏈，每一粒嘅顏色都唔一樣，無論疊戴定係咁樣單串嘅佩戴都 OK 嘅。另外手錶款，大家睇睇五顏六色嘅小打面鑲埋一齊，咁佢就有一個好有品質嘅錶帶。今日分享嘅呢啲小精品，全部都係千內嘅小價位一件。如果你中意攞嚟 DIY 雙盒或者係作為一啲盤串，佢嘅價錢都唔高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喺裏邊揀翻幾件，做成自己嘅款式。咁到翡翠嘅顏色，大家一定唔好請嗰啲價錢唔高，但顏色又好濃烈，甚至乎溢出嘅嗰啲，好有可能係染色嘅。翡翠顏色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大家仲有問題，不妨喺評論區多啲同錢錢交流一下。關注錢錢，我哋下集再傾。